青少年少年家要当大人，文化部即卖有成年礼金1200块，对6月初开放领到呾要50天的时间，已经用掉3亿。文化部伫昨嘛宣布讲，若是用这条钱去买成年座位的票，会当搁加送100块。政府伫明年卖扩大16岁至22岁拢通领，虽然国内差不多有150万人有这项福利。天气疯了，海水宽了，我要不乐不作。当地唱熟悉的电影歌曲有剧团将这部捌情红的国片以音乐剧的模式搬上舞台，呈现当年拍电影的幕后辛苦。特别的部分并不是说我们把电影拿来演，而是在演这一群热血，一直想要完成这个梦想的这一群人。疫情等好了后，艺文电影恢复正常。文化部发予18至21岁青年，红叫做文化部的文化成年礼金1200点。为6月初开放领以来，短短48天，文化部的 Apple 注册人数超过74万，利用人数超过33万，为艺文市场注入3亿的外水。对学生而言，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盼望这个政策可以试着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读书还是因为营业额单价比较低，从出版业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好的政策。其实最好是可以从小孩子开始培养起。文化部的使用类别中，册店甲出版业有关超过半数，基础是艺文电影。那伫青年社会的加持，艺文电影的支出增加不少。我觉得他给我这个钱，让我可以来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已经很够了。唱会的话，可是我可能1200的话，我可能就只能买到比较后面的位置，不够。因为如果像是看演唱会的话，通常都是一定超过1200。对于这项政策，青年拢希望金额加一点啊。为了鼓励支持文化发展，文化部宣布增加购买青年席位送100点的优惠。那政府每年也会扩大适用范围，是16到22岁，有高适用人数会为10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